有啲人嘅名就代表咗個時代，滕麗明就係咁樣一個名。提到佢，好多人嘅腦海裏邊浮現嘅，仲有一個留住短髮、眼神堅毅嘅陀槍師姐陳三元。嗰個香港職業女性嘅黃金樣板，獨立果敢，面對不公敢於拔槍。30年嚟，呢個角色嘅濾鏡牢牢咁貼咗喺佢身上，任憑情路幾坎坷幾遇波折，大家對佢嘅好感從未消減。直到2013年，佢嫁咗俾圈外邊嘅高管朱建坤，大家覺得呢位銀幕硬女總算揾到咗佢嘅幸福港灣。但生活遠比劇本更加難預料，一場突如其來嘅職場風暴，正將佢30年積累嘅觀眾緣推向咗懸崖邊緣。先係有人爆料佢個老公喺公司壓榨員工、強制培訓、無償加班，跟住內幕嘅郵件被曝光，一錘接住一錘，逼到滕麗明不得不出面為老公澄清。結果越係解釋越係糊塗，越發聲越反感。昔日嗰個正義果敢嘅陳三元，如今被諷刺為幫兇太太。佢嘅奢侈生活俾人鬧係踩喺打工人嘅辛苦之上，嗰個沉默被解讀成為冷漠嘅縱容。從國民好感藝人到被連坐嘅豪門闊太，滕麗明嘅口碑就經歷住一場崩塌。滕麗明因為參加歌唱比賽而入行，之後佢就讀於無線藝員訓練班，從而加入咗 TVB 發展。由於滕麗明嘅外形出眾，而且觀眾緣相當之唔錯，於是 TVB 開始捧佢成為花旦。冇幾耐，佢就轉咗陀槍師姐系列劇集而火速爆紅，與陳慧珊、孫軒、郭可盈、蔡少芬、陳妙英、佘詩曼、張可頤等並列成為眾多花旦之一。後來《陀槍師姐3》同埋《陀槍師姐4》第一女主角改由蔡少芬嚟擔任，而佢繼續飾演陳三元，令佢嘅知名度節節攀升。更加憑借呢個角色，喺2004年同三大視后陳慧珊、孫軒同埋張可頤一齊打入咗《我的摯愛女主角》最後5強。雖然紅極一時，可惜後勁似乎有啲唔夠，後期佢嘅角色更加慢慢偏向咗配角。當年佢最為人熟知嘅，仲要數同魏俊傑嘅一段情，兩個人因為陀槍師姐而擦出愛火，曾經香港娛樂圈嘅一段佳話，更被觀眾認定為金童玉女。不過私底下兩個人卻磨難重重。滕麗明明明外形英姿颯爽，但做事非常之傳統。魏俊傑爸爸過身，佢全程披麻戴孝，名都寫上咗親友名單。嗰陣嘅魏俊傑屋企住喺村屋，滕麗明都唔嫌棄，就一副嫁雞隨雞、嫁狗隨狗嘅樣。包括魏俊傑爭咗3萬蚊嘅信用卡數，滕麗明亦都嗱嗱聲就承諾幫佢還。當時歐陽震華就同魏俊傑講：呢個女仔旺你啊，好好地對佢啦。陀槍師姐收官1年之後，魏俊傑北上發展，滕麗明留守香港，變故就喺呢個時間點發生嘅。嗰個時期北上嘅 TVB 演員基本上都飄啦，羅嘉良就拋咗發妻同埋蘇岩結婚，魏俊傑仲玩得更加狼死。佢曾經公開咁講，喺 TVB 咁多年都冇賺到錢，一到大陸就賺咗2間屋。滕麗明仲跟住去內地照顧魏俊傑嘅起居飲食，估唔到9年嘅不離不棄，換嚟嘅魏俊傑嘅始亂終棄。當時喺內地發展嘅時候，魏俊傑就被爆偷食細20歲嘅女大學生，同滕麗明嘅戀情亦都無疾而終。冇幾耐就娶咗內地嘅亂妻結婚生女。就咁樣，滕麗明嘅9年青春都廢咗喺渣男身上，只能夠怪佢遇人不淑。無奈第2段戀情亦都係一段苦戀。冇過幾耐，佢因為拍《野蠻奶奶2》同郭正雄因戲生情，或者係吸取咗上次嘅教訓，滕麗明呢次愛得低調，玩起咗地下情。不過就喺2個人拍拖3年之後，郭正雄被爆原來早就已經結咗婚，仲有2個女，唔單止俾人鬧腳踩2條船，而滕麗明亦都有做小三嘅嫌疑。2個人藕斷絲連將近1年，最終就敵唔過輿論嘅壓力，分手收場。2013年，空窗4年嘅滕麗明身邊出現咗一個文質彬彬嘅西裝男，呢個男人叫做朱建坤，身邊一直都有女友，唔知道點樣處理嘅。當然男未婚女未嫁都有重新選擇嘅權利啦。幾個月之後，滕麗明嘅海島婚禮就上咗熱搜。朱建坤外形俊朗，職業體面，聽講家境亦都好。朱建坤同滕麗明喺一個朋友聚會上面認識嘅。滕麗明話朱建坤過嚟俾咗在場所有人名片，唯獨冇俾佢。當時佢就覺得好特別。
久經沙場嘅滕麗明即刻意識到呢個男人對自己有意思。果然，後嚟朱建坤經常出喺滕麗明嘅社交圈裏邊，佢有好多愛好，又見多識廣，逐漸令到滕麗明好崇拜佢。2019年，佢哋喺曼谷自產，因為兩個人都中意泰國，老公買俾我嘅，我哋都中意泰國，嗰度亦都多朋友，佢經常去打 golf。我嘅下一個目標係嚟馬來西亞自產。之前去過 Janda Bike， 好中意嗰度清幽嘅環境，屋又靚，係我理想嘅退休計劃。近年，滕麗明又開始玩自媒體，佢分享嘅日常生活令到網友直呼：哇，犀利喎！去滑雪要籌備18個月，住個木屋別墅外邊，隨時停住直升機備用。網友留言：係出門坐直升機去滑雪場咩？滕麗明話：係啊。滕麗明呢次挑戰嘅目標係10萬英尺嘅雪山。要知道，2019年佢曾經滑雪嘅時候發生意外，跌斷咗5條肋骨。肋骨倒插入肺部，導致到內出血，差啲就死咗。當時佢連講說話都困難，要拍嘅《愛回家》亦都停工，臥床休養咗整整1個月，康復期長達1年。一般人經歷咁大嘅一場意外，都會產生 PTSD， 但滕麗明完全冇，佢興致勃勃咁記錄住旅途裏邊發生嘅一切。坐商務艙到加拿大，再轉小型飛機到郊外，途中飛機吹氣口喺螺旋槳上邊被燒壞咗。一向大膽嘅滕麗明都連叫恐怖啊！之所以要咁複雜，係因為佢哋要去嘅呢個滑雪場幾乎係包場嘅。睇到酒店用直升機嚟做交通工具，就知道呢個唔係普通人能夠消費得起噶啦。之前滕麗明都分享過開車送老公去機場嘅視頻，佢開嘅一部保時捷嘅電車，車裏邊掛住愛馬仕嘅吊飾。滕麗明而家嘅日子過得非常之愜意，但佢嘅奢侈生活亦都引起咗一啲不滿。據悉，滕麗明嘅老公朱建坤任職喺一家日資嘅公司，佢呢間公司裏邊擔任總監一職。近日，一名匿名自稱朱建坤下屬嘅網友喺網上邊點名控訴朱建坤壓榨員工。據該網友透露，朱建坤唔單止要求員工白天工作，晚上培訓，而且冇任何嘅加班費。喺培訓結束之後，朱建坤變本加厲，仲要求公司員工再增加更多嘅晚間培訓，將員工嘅時間壓榨得越嚟越少。另外，匿名者仲稱，對於員工嘅反饋，朱建坤要用問卷形式詢問員工係咪真係有唔中意晚上培訓呢件事。對此引發咗唔少嘅員工嘅抵觸情緒。一啲員工認為自己係打工，唔係賣命，大家工作之餘仲有家庭需要兼顧。對於朱建坤嘅行為，該匿名舉報者先表態，揚言呢份工佢一定係唔會做嘅，即使自己辭職啦，亦都要將呢件事公之於眾。該匿名者嘅發文好快獲得眾多網友嘅點讚稱好。隨住呢個帖喺網上邊大面積咁發酵，引發咗一眾網民嘅熱議。隨後發帖人更加留言區專登標記佢哋公司係日資公司，並且直指朱建坤唔單止逼人做問卷，仲要求大家問卷實名。對此唔少嘅網友都紛紛支持發帖人，更加對朱建坤嘅所作所為展開討論。仲有網友專登跑到滕麗明嘅社交賬號下邊留言，聲稱知道朱建坤嘅問題，唔應該揾滕麗明嚟討要說法，但可以嘅話，滕麗明應該睇下佢老公嘅所作所為。隨住呢件事嘅不斷熱議，有傳媒就呢件事向滕麗明詢問，滕麗明隨後對外作出解釋，佢話自己已經向老公了解過事情嘅始末，亦都承認匿名者所講嘅培訓確實存在，但佢個老公表示佢一直都有關心同事嘅心情同埋感受，而且佢仲專登問咗老公公司有冇人辭職，佢老公嘅回覆係冇人辭職。同時滕麗明對我透露，丈夫朱建坤喺完成培訓之後趕返屋企同屋企人共度中秋，正好趕上咗《愛回家》劇集嘅播出，但滕麗明並未透露朱建坤係咪同下屬同時落班。滕麗明嘅言論啱啱被播出，爆料一個網友再次發帖斥責滕麗明夫婦講大話，佢仲公開公司嘅內部郵件，直接控訴滕麗明夫婦講大話唔眨眼。喺該網友公開嘅郵件裏邊顯示，公司早上8點30分到晚上20點寫明唔能夠早走。該爆料者仲聲稱，朱先生發表完佢嘅言論嘅時候已經係19點多啦，除非佢坐火箭返屋企。對此，更多個網友對滕麗明嘅回覆表示質疑，一唔係佢老公同佢講咗大話，佢被蒙在鼓裏，成為咗一個不明真相嘅傳聲筒；一唔係就係佢明知真相，
佢選擇同老公企埋一齊，共同編織咗一個試圖蒙混過關嘅謊言。無論係邊一種，對佢嘅公眾形象都係一次重創。佢輕飄飄咁為老公背書，試圖用一句冇人辭職嚟粉飾太平。呢個背後暴露嘅，可能係一種長久身處高位而產生嘅傲慢，一種對普通人境遇嘅隔膜同埋無視。風波仲喺度繼續，兩公婆至今都冇進一步嘅回應。但對於滕麗名嚟講，真正嘅危機或者先啱啱開始。當觀眾對一個演員嘅信任開始動搖，傷害嘅唔單止係口碑，更加係佢演藝生涯嘅根基。